美吗？美得跟得了禽流感的山鸡一样。凤凰好吧？山鸡，凤凰，山鸡，凤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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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姐您好，请问可以请你跳支舞吗？这什么眼神啊？无视你们俩也就算了，竟然无视我冬眠。是啊，无视咱俩也就算了，竟然把你也给无视了。这个 party 是特意为我们3个举办的，看来我们得向 Lady Gaga 致敬。这又出了什么幺蛾子？看来我们得改变战略，跟他们拼不了领空，拼不了领地，只能拼领海了。领海逆袭计划。对，让他们通通窒息。看来明天的朋友圈又有猛料。